新搞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即马是天气愈来愈热，昨昏伫台东透烧风，台东的金轮高温有41度，是今年的上高温。另外，因为最近咱台湾附近的海域海水的温度嘛不遮悬，有29度、30度左右，是比英国还阁较少。所以气象署嘛表示，今年是进入反盛年环境，风台的数量可能会是正常偏少。透早日头就真大，天气有够热。在台东上南边的大埔乡永久厝的乡民，因为伤过热，厝内底也无冷气，开去比一笔亲友轿车内底吹冷气。哇，那么好，你们在里面吹冷气哦？对呀，因为很热啊。太热了。对呀。气象署表示，受西南风影响，30各地天气真热。全台上高温出现在台东县金轮，下晡1点50分41度，是今年热天以来上热。不过金轮是自动观测站，无列入历史记录。地址是台东太麻里39.8度，台北市社39.1度。而且这么热的天气，会连续1礼拜，台东县阁可能出现38度的高温或者是小风。东南部地区主要是受到西南风过山之后的一个沉降影响，所以东南部地区在今天、明天都可能出现一些粉风的一个情形。气象署提醒未来1礼拜天气拢同款，早起好天气，下晡中昼过后雷阵雨，出外唔通拍伤，搁炸雨具。气象备转台湾风台论坛天气特辑也发文指出，最近台湾附近海温至到30度，比往年啊平均搁较悬一点啊，表示天气会继续热落去。气象署表示，今年进入反盛年环境，风台可能7月中才有发展空间，形成个数会正常偏少。记者综合报道。咱续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各地同款拢是好天烧热，也若伫顶部、中南部甲东北部有可能会落阵雨。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和明仔各地头共拢是侪分到好天的天气，顶部伫中南部、东北部、东部的沿海是有机会会落阵雨。过昼了后，伫中部以北，也有东部各地山区拢有机会会落西北雨，而且雨有可能会较粗。温度的方面，受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头拢真烧热，台东嘛有可能阁透烧风。气象署伫今仔日嘛有针对咱全台湾16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会热到36度以上，甚至超过38度。嘛要提醒乡亲，若是有要出门，爱注意做好风拍，嘛爱加啉水，才袂着沙。天气是愈来愈热，冷气无开，实在是挡袂牢。真侪民众拢会走去公共场所吹冷气，也毋过呢，有民众即马就发现讲，最近伫捷运啊、车头啊，也是一寡图书馆冷气拢无啥会凉。即期讲政府敢是限定讲，在公共场所的冷气的温度。毋过能源署是有出面驳回讲，无特别限制，因为对2013年开始就已经规定公共场所的冷气袂使开比26度搁较低。这么热天，袂少人会去公共空间吹冷气。不过有网友答问，最近无论去捷运站、火车站还是图书馆，拢感觉室内冷气无凉。这个公共机关限温令，可能造成大家踮伫厝内开冷气，颠倒电用更较济。它的温度都还蛮适合的，夏天的时候蛮凉快的。真的不太凉，所以我才带电风扇。来图书馆的民众，有人家己准备电风，也有人感觉冷气有凉。为了响应这能，伫台北市东湖图书馆，除了装变频冷气，佮加装循环电风加卡电，降低室内温度。场所可以控制室温在摄氏26到28度之间，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配合开电风扇或循环扇来使用。经济部能源署讲，目前中央无限温令，不过有规范指定能源用户遵守节约能源规定，包括观光旅馆、零售社、贩卖店、餐馆、大众运输场站，以及银行、邮局20类场所，室内冷气温度袂使比26度较低。餐馆、旅馆、百货、美食街用餐时段温度无受限制，若是毋是用餐时段，都要遵守袂使比26度较低的规定。我们全力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在炎热的夏日，我们也因此增加了多款的饮料，让客人在食用完火锅之后不感觉到那么的燥热。整体用电量抑制的角度来看，其实真的效果不大，而且民众会认为说，你政府不是一直在讲不缺电吗？这么小的一个发电量的抑制，你也要计较，那是不是其实
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电。能源署讲，这轮工作持续伫进行，无应该互人错误解读变欠电，因为核三厂1号机7月要除役，电力恐定搁较晏。立法院7月7日一定要排审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修正草案，讨论核能延役。记者综合报道。昨日花莲落大雨，苏花公路有真侪所在放弃，有民众车驶伫苏花公路，去互石头夹着车害去，加载人是无安怎。也若昨早花莲原本是有一场路跑活动，也过因为苏花公路落石头，所以有真侪人归去退赛。这台白色的电动车停伫咧路边，车身有嵌一件土沙，车窗破一孔正大孔。29hạn8点外，四车的驾驶因一架火车去花莲省线，准备要转去时阵，经过苏花公路落大雨，有石头放来拱着车窗。车子有办法开吗？不行，因为玻璃破掉了。车子现在没办法开呢。车掉伫咧大清水磅空，等拖车来救，也过唔知要等偌久，请警方来到3工。我们困在这里3个小时了，吊车没有人愿意上来。他说他们很怕危险。好佳在这架火车已经平安登去厝的，无人受伤。不过苏花公路撞到到河边，沿路真侪所在崩山，北河路未通。伫咧30这场为了中正观光办的路跑活动，有一寡参加的人听到崩山就无来参加。所以重重困难啦，退赛的啦，包括就连昨天晚上那个土石流交通，就是我们的车都过不来。有史以来最热血的一场活动，也是最有挑战性的一场活动。本来报名要来参加路跑的有4000多人，因为控诉控3地动的关系，报名已经减一半。而这么地动尾大雨落未停，对观光影响更较大。不过尾活动一开始，天气阁变好，风吹来阁凉凉啊，互参加的人对花莲的水体验更较深。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北市的5股一间铁塑器的工厂，伫昨暗7点外发生火灾，消防队出动75架车，205个消防人员去拍火，加载无人伤亡。火灾现场是一间做塑胶粒仔的工厂，烧的面积大约是500平。经过消防人员拍火压水，昨昏9点外左右的时，已经把火势控制掉了。新北市的环保局即马有针对5股8里发布空气污染的警示，要提醒当地乡亲，今仔日就莫开窗仔门，若是有要出门，嘛一定会爱挂喙安。继续关心自控日事，环太平洋军演，南韩有展示因飞弹驱逐舰的战力，互媒体去翕。南韩的飞弹驱逐舰有远洋作战的能力，而且内底阁有各种武器系统。那荷兰的顺风舰道普号，这一届有参与环太平洋的军演，而且这只伫今年6月初时有探过大海。互媒体登舰参观，南韩参加2024次环太平洋军演，派2台飞弹驱逐舰。中武公李顺成号、日国妮妮号，还有1台江舰。为了这面军演，伫咧起夏威夷之前，南韩已经先伫咧新加坡参加多国联合军演。中武公李顺成号有远洋作战能力，若是船顶有火炮，随着发射甲防空系统也拢是一流的。甲敌军的水面舰艇甲江舰作战时阵，还有鱼雷发射管、反舰导弹、军票武器系统、防空反舰反舰的能力，逐项拢正赞。因那如果妮妮号有成盾战斗系统，是目前南韩海军规模上大、上先进的驱逐舰，有巡游飞弹等各种武器。This harbor phase, when we are in port, we will try to establish a firm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荷兰是展示舰载机 NH90 反舰直升机，有随着飞弹发射系统。若是让减速水下江舰，还阁让全方位射击。荷兰的7000级顺风舰佐普号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今年6月初北经过大海，过程正顺利。不过伫咧东海执行任务时阵，中共的军机是愈挖愈近。舰长讲到迄当阵的情形。At one time, our helicopter, which was also operating for this mission, she was approached by a PRC helicopter. It was potentially unsafe as the helicopter was very close to our helicopter, but we were able to continue the mission. The mission will be very, very safe. 纽西兰皇家海军辅助船奥特亚罗瓦号伫这边军演主要是负责运补的任务，这边会当载22个货柜。Aotearoa is a logistics support vessel, so we carry bulk ship fuel, bulk aviation fuel. We can carry 22 containers that could be refrigerated with food inside or other bulk stores.
环太平洋军演期间，澳军补给支援也正重要。澳德亚罗瓦号会当为船舰提供燃料，和任务未中断，强化海上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再甲乡亲，咱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卫福部通行看诊甲治疗办法，也有健保署的伫厝内急症的照护计划，这两项医疗措施伫今仔日会开始实施。前一个是纳入10大类，大概有全台湾247万人受惠。也伫厝内做急症的照护这部分，安尼民众甲患者就唔免走丧，即马患者就当伫厝内摕到抗生素的治疗，一年共款嘛会有差不多5000人受惠。来看自由时报，财政部公布2024年综合所得税申报的资料。新竹科学园区则因有真侪工程师，所以伫新竹的关心里，因的综合所得税平均是461万块，中位数嘛有354万块，已经是连续5年排全台湾上好业的第1名。也若前5名内底，除了台北的树林永福里排第4以外，其他拢伫新竹县。继续关心中国时报，明日有真侪间公庙讲，因最近有接到后备指挥部的公文，要求公庙爱协助因，或者军方会当放弹药，爱协助支援协定书。未来呢，这弹药就会放伫公庙的空地啊。也毋过呢，这是引起民众的关心。军方有对外澄清讲，这只是演练，毋是放真正的实弹。再来继续关心陆委会伫进前是宣布讲，咱的国人若是要去中国、香港、澳门旅游，咱已经甲警司提升做感染式的灯号，是建议讲若是无必要就莫去。嘛指出讲，即摆有真侪人去中国刷红扣押，即阵就民众嘛表示，伊伫5月份的时有去香港佚佗，讲香港签。要办的时阵办袂过，伊全改用台胞证入境香港，过海关的时互带入去一间细间的房间。伊认为讲可能就是伊的名姓，也有英文的拼音，和前立委陈碧薇共款。中央进前发布订立台岛22条意见，讲相当判死刑。陆委会调升起中港澳旅游警示是感染式灯号，建议国人避免非必要的旅行。佮讲中国陆续征收国安法令，已经有真侪民众去中国互人扣押留来检查情形。有网友伫社群表示，顶个月带规家伙去香港迪士尼佚佗，港签办袂过，只好办台胞证。过海关的时阵，台胞证互人抽验扣留至少半点钟，佮互人带入去房间，因为家己的英文名拼音甲前立委陈碧薇同款，佮拄好同年出世，是超级的黑名单。大文一个出来，引起陈碧薇本人老话，一直讲真歹势。捌互中国骗罪名关押1年10个月的大商李明基，伊嘛提醒，最近去中港澳一定要特别细致。中共常常在还没有立法之前，就可以先执行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被中共国安带去问话的时候，他就是问我，你有没有看过《苹果日报》啊？今年初的时候，香港通过23条，我才恍然大悟，进去也要注意要把手机清空，不要带出版品。中国阵容持续打台湾，自法国大使罗沙亚伫巴黎演讲时阵，讲某种意义中国的内战也未结束，中国随时有权赶走台湾叛乱政党，收回治理权。若做袂当用和平的方式，安尼就以非和平的方式，无接受一国两制，那安尼就使用一国一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台湾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长期公认的客观事实。各种扭曲或忽视台湾主权地位的说法，都不会改变双方互不隶属的现状。咱外交部正式回应，讲维持民主甲自由的生活方式是全台湾人民的共识，呼吁中国政府应该重视现实，创造有助两岸互信甲平等对话环境，才当增加双方人民的福祉。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中正纪念堂内底的三军机队交接，拢会请真侪观光客去看。也毋过即马为着要落实转型正义，国防部和文化部已经协调，打算要甲机队刷去自由广场操演，按算伫9月份也是10月份就会确定。也毋过有真侪民众即马就烦恼讲，机队若刷去广场，安尼机队爱曝日爱压雨，伤过辛苦啊。动作流利个整齐，每正点中正纪念堂的大厅，三军机队的交接，总是有大量游客停落来摕手机甲相机来记录。
啊，毋过为着落实转型正义，国防部甲文化部协调，规划家己对刷到自由广场来操演。啊，毋过因为户外无食即个物件，不少民众烦恼议队都爱吹风拍日甲雨淋。我觉得这边比较适合，他们在站的时候也不会这么热啊。下雨，然后你站在外面，有时候会感冒，然后还要站在那边，好像也没有那么人性，在这边好像比较好一点。你移到外面，那个就变成一种只是表演的性质，我觉得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根据了解，行政院7月要召开跨部会会议，就这个议题议事共识，各伫9月甲10月召开的推动转型正义会报来确定。所以上紧2024年底，3军议队交接议典都会改到自由广场来进行。当时专案小组已经决议了，你为什么现在还在求共识？那专案小组干什么？很简单，最好的共识就是堂体大门关起来，那这样大家都看不见那一尊雕像了嘛，这就是皆大欢喜嘛。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专案小组的成员李建新指出，去年会议中捌做出3点决议，议队撤离是第一阶段，所以都是关动体大门转型做国家人权园区，拢希望会当加速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西非的国家奈及利亚传出有几若件查某排炸弹的自杀炸弹攻击，因是去婚礼现场、丧礼现场，甚至阁去病院引发爆炸。警方即马知影上无有造成18个人死亡，也阁有48个人受伤。一张搁一张的相片，会通看出爆炸时阵的惊人威力。西非国家奈及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当地的果扎镇，日个发生女性自杀炸弹客引爆炸弹的事件，造成数十个人死伤。The situation now is that of the victims of the bomb explosion are receiving treatment. They were rushed by the government to the state specialist hospital, where 9 of the victims are receiving care, and then some of them ar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iduguri Teaching Hospital. SEMA 博尔诺州紧急事务管理局伫官方面册宣布，管理局的局长萨伊杜视察真济爆炸现场。头一个炸弹发生伫下晡3点外一场婚礼，一名女性家族人客派红眼引爆炸弹，无到几分钟，果扎镇的综合病院搁一摆发生自杀炸弹的攻击。另外一边的蒙远丧礼嘛发生爆炸。事发了后，奈及利亚军方已经伫当地实施宵禁，也毋过暂时也无组织表态对这个代志负责。博尔诺州的警察局长拉瓦尔认为，这自杀炸弹攻击拢发生伫恐怖组织博克圣地的活动区域。果扎镇捌伫2014年互博克圣地占领，虽然一冬后互政府军抢倒转去，也毋过油源一直受到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超过4万多人死亡，200万人无处通转去。暂时这地区的武装冲突已经影响到附近国家尼日、科麦隆甲查德，和各国共同成立地区军事联盟来打击武装分子。公司新闻台同朋友。欧洲国家塞尔维亚的以色列大使馆发生有人假咧要门路，也毋过呢煞攻击警察的案件，害这个警察阿妈棍受伤，加在是无生命的危险。啊，那这个嫌犯嘛当场互警方弹死。塞尔维亚总统即马对外表示，已经确定这就是恐怖攻击，已经要求警方一定要去追查。即马嘛，阁有抓到另外一个嫌犯。事发现场，警方用3色的封锁线围起来，对已经互弹死的嫌犯做搜证。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的以色列大使馆，立刻发生一名嫌犯借口向大使馆的员警问路，博物馆要安怎行？就马上为手头的袋仔摕出12公箭射向员警。员警阿妈棍掉钱，马上开过来前反击，嫌犯当场互弹死。Ali iako identitet lica nije utvrđen, nesumnjivo je da se radi o terorističkom aktu koji je uperen i protiv države Srbije i protiv pripadnika žandarmerije. 大使馆的职员紧急甲员警送病院急救，好在在经过手术甲钱清除了后，员警的状况稳定，暂时带病院观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接到通报，嘛赶去病院探视，而且甲攻击看作是恐怖攻击，要求追查其他相关嫌犯。暂时已经伫附近的徛街区内底逮捕另外一名嫌犯，涉嫌用网络甲国外恐怖组织联络。Sad ih lovimo sve. Sad ih lovimo i to je pitanje trenutka i tehnike. Znamo i imena i sve drugo, tako da ćemo nastaviti i obavit ćemo taj posao. Važno je da je
ovaj naš junak Miloš Jevremović živ, bit će zdrav, na ponos svojoj porodici. 初步调查，这个攻击艺术家伊斯兰教的瓦尔比教派有关系。死亡的嫌犯主乔维克是塞尔维亚人，今年25岁，已经为塞尔维亚东正教转去信仰伊斯兰教。其中一名共判嫌犯也被抓到，事发了后，以色列大使馆嘛已经先关闭。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来关心法国国会改选伫昨昏启动头一轮的投票，真侪经民调预测，即届的大选投票率应该会超过60%，会比2022年的4.7%加真侪。各地区的选民握手这联翕相，这位才35岁、史上上少年的法国总理艾塔尔，一几礼拜接走基前，为礼拜开始的国会大选替候选人徛台。D'abord, je vous appelle à vous mobiliser massivement pour Benoît Borda. Merci. 竞选宣传期无到一个月，互候选人压力正大。这场突然间来的大选，是总统马克宏正冒险的政治手段。想要看迄寡无伫咧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的法国少年人，这边是毋是徛出来并盘极右势力？ We have no one to represent us. Who knows? Maybe something will grab me, or I will hear something that shocks me enough to vote. But as things are now, no, I won't. 大部分的法国学生上关心的代志，依然是学费。有一寡人就算是哪读书哪实习，也是要靠父母斗三工，才有法度应付愈来愈贵的生活成本。所以极端政党所提出的政见，因较会接受。根据分析，国民联盟一般伫咧收入抑个教育水准较低的地区比较受欢迎。不过伫咧法国通膨加生活成本增加，少年人认为马克宏政府无法度改善经济，和极右势力愈来愈扩大。不过有一寡少年人的看法无同，像25岁法国的名星足球员姆巴佩，就正罕见地发表伊的政治看法，讲伊无支持极端加分裂思想。跟伊同款是移民后代队友图拉姆，是直接讲伊反对国民联盟，真侪球员拢希望少年人出来投票。Aujourd'hui, on voit très bien que les extrêmes sont aux portes du pouvoir et on a l'opportunité de choisir le futur de notre pays. 虽然伫即马国民联盟的支持率是排第一，不过也未超过40%。主要对手是批评极右派所提出的青年减税、大幅度调降能源费等政见，若是无法度改善经济，恐惊一个会增加财政负担。公司新闻两岸编辑。伊若上新的消息，这是法国国会头一轮选举上新出口民调是显示讲，极右派政党国民联盟是排第一，左派联盟新人民阵线排第二，法国总统马克宏的中间派联盟即嘛是排第三。第二轮的投票按算伫7月初7要举行。国会下议院国民议会选举出口民调显示，马林勒庞所领导的极右的国民联盟得票率33%，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28.5%，总统马克宏所属的中间派共在联盟得票率22%。马林勒庞讲，伫咧民主国家，政治变革是正正常的代志。Pour entamer cette alternance, pour conduire les réformes dont le pays a besoin, il nous faut une majorité absolue pour que Jordan Bardella soit dans 8 jours nommé Premier ministre par Emmanuel Macron. J'entends être un Premier ministre de cohabitation. 30暗为第二轮的催票竞选活动已经开始，总统马克宏呼吁选民支持迄寡明显有共和加民主精神的人，也就是甲国民联盟甲极左的法国无区活动拢算在内。伫巴黎一个西部南特区，拢有示威抗议国民联盟这边的胜出。Et que c'est une France de haine qui est en train de se construire et non pas une France de rassemblement et de solidarité. Donc ça me touche extrêmement. C'est du racisme qui est en train de monter, de la xénophobie, c'est de l'homophobie, enfin c'est tout ça qui est en train de se passer. 出口民调的结果甲选前的民调同款，但是反移民以后派国民联盟是不是会当伫咧第二轮7月初7的投票了，组建政府，甲亲欧派马克宏左右强敌，怎么也阁唔知。若是第二轮的选举结果真正变这样的时，将会是法国政坛伫咧最近第3遍出现这种情形。不过过去拢是发生伫咧主流政党之间，国民联盟较可能会阻碍马克宏的改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头一场的电视辩论会，伊表现了无好，即嘛是引起党内真烦恼。烦恼伊敢有栽掉伫11月份的总统大选选赢前总统 Trump。
有消息是指出讲，拜登伫今仔日会伫大卫营和厝内人讨论讲，这场选战要安怎继续拍落去。继续关心中国伫进前才发生火箭残骸，庆宴落伫贵州一大庄仔头。昨昏伫河南一大离市区无偌远的山头嘛，发现火箭的残骸，而且即届是爆炸，不少民众拢有看到，而且拢甲翕落来，放起伫网络顶悬，引起讨论。来关心南韩的政府是指出讲，北韩伫今仔日搁向东边射一粒弹道飞弹，这是过去一礼拜以来北韩第2届射飞弹。另外，南韩进前有公开一份上新的北韩人权报告，调查显示讲，脱北者因为对北韩的政府体制无信任，所以才会走出来。这比例是比英国也搁较悬，这嘛显示脱北者对金正恩高压的控制真不满。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即马要请外劳、请移工，咱台湾有2种方式，一款是特聘，一款是靠中人。其中呢，特聘这个制度是已经推行16年啊，也毋过因为申请的流程真高工、真了时，所以呢，算的特聘的比例无到3%。对此呢，劳动部是强调讲，会加强宣导。另外，伫下半年的时，劳动部嘛推出简化的申请流程。台湾甲印度的劳工合作备忘录 MOU 初审通过，明定双方同意推出特聘。其实台湾以特聘甲中介2种方式引进移工已经实施真侪年啊，所以因为特聘的申请流程麻烦搁了工，想要特聘的雇主因为袂记得早移工的健康检查才会疏失，触犯就业服务法，所以互人挡发。进到台湾以后，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文书以外，他的护照的签证有时候期限蛮短的，到期要去变更，当然要跑好几趟，雇主根本就不懂啊，居留证有过期的问题，而且都是不止跑一趟。直聘是有一些的困难，程序可能没有更简便。雇主是比如企业厂商，他有一定的劳工的数量的话，也许直聘会是一个好的方式。社会团体甲中介团体坦白讲，特聘制度申请文件这流程其实无简单，往往都爱真侪届往回处理。劳动部服务18.6万个雇主，每年平均服务将近8000个雇主，会当特聘16年来特聘的比例较无3%。我们提供其实不是提供代转代收文件的服务而已，包括那个申办的咨询，专门用简讯或电话提醒雇主办理健检，流程繁琐，这个部分我们劳动部也已经在检讨了。劳动部是讲已经推出多元免聘方式，雇主无一定都爱巴士量表，爱当申请移工，并且预定下半年推出简化申请流程，高正式实体临柜据点这个精进方案，希望加强宣传特聘制度以外，也当鼓励雇主使用特聘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伫今年5月份的时，已经3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正案，其中有8项最较轻的交通未罪的这罚无遵守规定的，对6月30日开始就无搁开放民众检举。亲像呢，骑奥多摆用手机啊，也是奥多摆讲临时停伫人行道遮，即马拢袂使检举。车临时停伫路边，也是违规停车，较早拢会互人检举。即马6月30开始，新的交通违罪，包括临时停车，拢无搁开放民众检举。我觉得势必会严重，因为目前的话警力是不足的，我不太认同这样的行为。检举啊，也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或不公正的地方，所以取消一下看看情况，其实也不错了。无搁开放民众检举的交通违罪，包括骑机车手提行动电话通话。汽机车驾驶人手举薰、食薰、点薰，影响别人行车安全；也是捌开时阵无显示灯光，无注意行人。若做机车伫人行道临时停车，也拢无开放检举。另外，若是伫交叉路口，也是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临时停车、双排临时停车，也是磅空口圆环临时停车，以及伫机场、学校出入口临时停车，这嘛拢袂当够检举。停车设施事实上在新建上还有一些不足，那在供需不是很完整、失调的状况如果有一些检举，确实会造成检举的这个量非常的大，要呼吁民众要相关的守法。虽然取消检举，不过科技执法处理的路段往往有增加。
像讲是台北大桥洞头前的忠孝东路4段至光复南路，拢有科技执法的设备。为7月1日开始，处理违规停车加上摆停车。个人会非常支持科技执法，帮忙警力执行这些事情。希望交通部可以在思考重大的科技执法违规，还是要纳在违规记点。专家表示，会取消部分交通未罪的检举，是烦恼伫无临时停车设置的情况下，会冲击计程车加物流的生活。不过，也是会当透过警方的处理，也是科技执法，避免临时停车等等的乱象。记者综合报道。有网红网庆招20个毕业生骑重型机车去合欢山，要去庆祝因毕业啊！也毋过伫经过第14线埔务公路的时，予一架山石车，那亲像是恶意超故意逼车，佮害一个，佮去压到一架骑倒摆，甚至造成意外，差一点造成意外。尾安尼，警方有开出4场罚单。几落台重型机车伫路的行驶，后壁一台山石车一路对调调，敢若离几落公尺远。尾仔山石车规个下过双黄线，开去对向的车道，佮切入来原车道，就是安尼强强要超车，结果煞去压到一个骑机车的女子。好佳在即个骑机车的女子无跋倒，安尼无效果不堪设想。毋过规路即个山石车真侪解挖进动车机队，佮下过双黄线，双方伫仁爱南丰村的时间路段停落来议论。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差点碾到我们的一个女生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一个女生差点被碾到，你知道吗？在去武岭的路上有遇过同样的情况，我觉得货车司机这样的行为并不可取。有网红招20个毕业生组队骑重型机车上合欢山的武岭庆祝毕业，煞伫第14线埔里到仁爱路段，去拄到山石车危险逼车，赶紧通报警方。警方表示，检视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山石车驾驶确实有真侪项违规。砂石车涉违规超车之行为，本分局将主动通知砂石车驾驶到本分局说明后，认定违规事实，并依法举发。警方开4张罚单，拢总罚42000块，佮吊扣汽车驾照6个月。提醒用路人爱遵守法规，加大型车辆都爱保持安全距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食安的问题。台北市有民众去烘肉店食饭，结果在啉红茶时，发现红茶竟然有料，因为这红茶内底有加蛇。目前这间店已经被要求要暂时停止营业。另外呢，更有人去一间餐厅食饭，竟然是食到一支2公分长的尖头。店门口打暂停营业的广告，因为有网友伫社群平台大文讲，29来台北南港车站这间出名的连锁烘肉餐厅用餐，无想到点一杯冰淇淋红茶，竟然去啉到一只加蛇，当场规个变白。很扯的，有点夸张。我觉得要检查一下会比较好。蟑螂应该也不小只吧，怎么会没有看到？对吧？就是觉得大家都可能疏忽了吧。卫生局是讲会派人去稽查，针对面媒网红地店进行查核。另外，伫台北市公馆某一间盐肉店嘛出现食安问题。一个网友讲，进前去盐肉店用餐，餐点内底竟然有2公分长医疗用的注射针啊！业者有打电话回实的，表示这注射针啊有可能是顶手厂商注疫苗将肠底内底留落来。看到就是拿出来之后没有就是当下没有很直接的反应，可能就觉得它是异物。可是最后等清理完了之后，才发现它就是一个药用的针头。查案内相关食材未见有异物，但查有食品业者登录未更新，未立即出示从业人员体检，并没防治记录，猪肉进货单据及冰箱温度记录等缺失，已要求信息改善。卫生局是讲，这件注射针啊事件已经第18派人去稽查，并无发现食材有任何问题。同时也通知农会甲营地合作社联合社，加强辅导营地户，若是发生类似情况的时阵，爱随做记号处理，避免猪仔杀了后流入消费者的市场，影响饮食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即摆已经开始休热，伫屏东的小琉球游客真侪，人是吵。也毋过呢，煞传出有一个奇怪的查甫人，3更半暝对女游客共对调，佮对到伊住的所在，佮要撞入去厝内。但游客是惊甲紧大声喊响，即个查甫人才赶紧走。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即马在追查即个查甫人的身份。那平常的业者嘛有甲相片放去网络顶悬，提醒当地人爱细致。汤车卡的光头男性，伊到半暝12点外，对伫女游客后壁来到民宿，先是伫外口行来行去，变民众的衫，听到动静，就秘去秘暗的所在，然后伫门口探来探去，刷落来竟然就直接走入去。游客发现了后，惊甲叫出来，男性随走离现场。事发伫屏东小琉球，警方接到通报，赶到现场确认状况。业者嘛将相片放伫网络，提醒民众细意。窥视屋内，发现屋内没人就进入，后来因报案人大叫，随即逃跑。琉球所已积极访查周边及监视器，以利查明嫌疑人身份，追缉到案。警方赶紧追查这个男性的身份，消息伫当地传开了后，观光业者甲居民都唔敢大意。没有发生过，当地人都会比较担心一点啊，毕竟这种属于变态的行为。就是不管在城市还是乡镇里面，大家都比较会警惕这种人。男性到底是游客还是当地人，搁要等警方厘清。但已经放暑假，小琉球无分平假日，游客拢真济，不少当地热心的民众嘛加入追查，就惊搁有其他的人受害。记者陈焕武、面交管屏东报道。继续关心新冠疫情 COVID-19， 即马病例数愈来愈多，疫情有可能要搁升悬。台南市的卫生局就拜托基层的里长爱广播，提醒乡亲会当注意风险，就爱赶紧去做。也毋过即马说风声讲，伫仁德还佫有归人在所在，有里办公处在广播的时是用武汉肺炎来讲，有民众就批评讲，咧宣传注意风险就好，为虾米要甲这注意风险政治化？台南市的卫生局是强调讲，未来会提醒承办的人员爱注意，才袂引起无必要的误会。咱国内新冠疫情已经有加温的现象。虽然是假日，暗过为提醒民众注疫苗重要性，台南仁德成功里透早的广播提醒。暗过详细听广播讲的拢是新冠疫情。暗过最近却传出仁德当地有里办公处人员宣导的时阵，用武汉肺炎的名词，有人就表示宣传做疫苗无需要政治化。莫讲从打开始吼，大陆咧讲的武汉肺炎，莫安尼讲政治化，安尼讲安尼较无好啦。据我们所听到，在社区里面听到的是没有再听到武汉肺炎这4个字，都讲到都是说啊，现在都在流行新冠，大家记得戴口罩。仁德的同事当中，也不会有出现这样的激进的模式啊。卫生所或者我们行政部门，他们给我们的广播词参考的，也都是以 COVID-19 或者最多台语的话，就以新冠这个名词。仁德区长把问过里暗过查无，台南市卫生局表示，可能有个别里长或者是理干事，考虑当地一寡人甲老大人惯用的名词，用伊来提醒，会请承办人员注意，才袂引起无必要的误会。那卫生局近年来针对于新冠病毒的一个疫情的宣导、卫教内容都没有称呼为武汉肺炎。武汉肺炎的讲法是因为上早传出疫情由中国武汉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决定用 COVID-19 做正式的名字。台湾官方了后要采用。面对疫情各类管家，台南市卫生局的呼吁，阿未做疫苗民众赶紧去做，才袂互疫情搁传开。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拍破明星学校的迷思，或者大间学校、小间学校拢有学生去读，中法官即马是有管制中小学入学的人数总量。也毋过一个真出名的中兴国中，今年的新生的人数就超磅，有168个学生囡仔去报到啊，说袂当加入学，家长就批评，这安尼会影响到囡仔的受教权。县府是表示，会阁辅导这囡仔去读北京的学校。姓詹的小姐弟仔今年准备读高中，厝就住伫彰化市属于中兴国中的学区，
毋过，因为户籍所在地户长是因的阿姐，互小姐第一虽然是住伫学区内底，毋过也阁袂用读这间国中。随便想，应该都知道说很多人都是寄户的啊，但是我们是在地，就是出生就在住在这边的。中华关节2021年实施国民中小学入学人数总量管制，针对县内15间国中小人数有限制，其中之一的彰化市的中兴国中，都被看作是名册学校。除了有彰化市周围乡镇的学生也想要去之外，结果今年有168新生无法度来读。彰兴国中今年的会考成绩比往年都要更好。我们如果依照去年的录取标准，彰中彰女，我们今年是破200个。学校表示，今年除了入学的是少量的囡仔，学校办学成绩袂歹，所以名额是大家咧抢。这一届按算招收493人，毋过有661人报到，有168人被列为必出名单，可能领回毕业证书等待候补。今年彰兴国中的总量管制是录取到第3顺位，就是学生的必须跟直系或监护人设立在同一个户籍。官府表示，制定总量管制办法的目的是咧平衡各校的入学人数，避免过度集中伫少数名册学校，引起别的学校人数不够，也保障教育资源的分配，所以无正版的规划，也辅导学生去其他学校来读册。记者综合报道。昨昏6月30是国际小型星日，那伫29暗大约10点的时，拄好有一粒会当互看作是有潜在威胁的2024 MK 小行星，这回馈地球。直径差不多是120到260公尺之间，差不多是一个半个骹球场遐尔啊大，比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甚至也搁较近。开始晓热台北市立天文馆，有真侪家长带囡仔参加活动，了解宇宙的奥妙。都是国际小行星日进行，29暗时差不多10点，有一粒2024 MK 小行星近距离飞过地球，引起学生的好奇。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是也有一点害怕，跟一些兴奋吧，蛮期待的。2024 MK 小行星是这几年近地星体当中上光的一粒，而且有暗藏的威胁，也就是轨道有撞地球的可能。直径差不多120到260公尺之间，相当1.5个骹球场的大小，比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甚至还佫较近，差不多只有29万公里。今年6月中才被发现。它很特别是，这一颗小行星其实是6月中哈，就是大概15天前才发现的哈，所以其实我们能够反应时间非常非常短哈，所以还好它没有撞上来。同款也伫2昨暗时8点外，南怀阿口庄的4K 星空摄影机翕到天顶出现真大不明的光的物体，拖长长的尾飞过天边。好像是流星可带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尾巴，然后速度又比我们以前往常看到流星的速度又再慢一点。时间还蛮长了，好几秒钟，最后好像有一点点小爆炸。到底是什么不明物体，依然无证实。不过天文馆表示，2024 MK 其实光度真低，目睭无可能看到，所以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不过有过5年了后，2029年又一粒有缘摧毁台湾威力小行星飞过地球。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经过茶金的时代，台湾茶伫全世界是真出名。其中呢，包种茶上早是对清朝时期伫台北的南港开始发展的。在地农民含农会就在推广这款茶，所以有举办食农的活动，带民众来泡茶、食茶、学茶知识和茶历史。涩涩的，对啊，你们那时候就加奶茶。豆豆仔将茶汤倒出来，甲熬仔摕好瓦片茶芳，搁一杯一杯来试啉。茶农提出5种无同款的茶米，甲民众泡茶啉茶。这是南港农会举办的包种茶食农体验活动，有家长带囡仔做伙来认捌台湾的茶文化，有民众来品茶放轻松。那学茶艺，搁熟悉茶文史甲知识，可以帮助你静心，或者是你不同心情的时候泡的茶会不一样。而且这里环境很好啊，根本不像台北市。因为平常时囡仔袂去接受这啦，然后而且厝邻
其实是一种、两种，就算足侪啊。你遮等于就是介绍台湾的有较有特色的茶米，佮会当品食无共茶米的香味。蔡民众泡茶的老师是南港古庄在地茶农，伊讲南港茶产业对清朝就开始发展，上早的两位制茶师为郑氏甲王水锦，除了是在地茶叶的重要人物，嘛是台湾其他地区济茶师的师傅。过去茶生产了后是专门出口去国外，也拿南港包装茶的特色，除了清芳之外，嘛因为当地石灰矿的茶质有一个合作石生开的特殊气味。原则上，我们南港是包种茶的原乡。老寮遐有一个叫魏晋时甲王水锦茶师，吼，伊是专门咧教人制茶的。因为阮家的地质是属于比较石灰质比较多一点，对，所以咱家的茶就靠一个石先开。主办单位讲，因会伫休热期间举办济甲茶有关的活动，上主要就是想要互民众来认捌南港的包装茶，以及了解南港茶叶的文史，也邀请民众做伙到包装茶的故乡来泡茶。记者柯选林玉凯台北报道。为着要帮助农民建立防治病虫害、建立安全用药的观念，高树乡农会就和防检局合作，请食物医生伫农会。农民若是拄着问题，会当随时打电话来问这个食物医生，甚至该当请这个食物医生去田里来看病，要提高防治的效率。甲对田内底挽来的草仔切一批落来，用显微镜观察。高树乡农会食物医生当咧甲农民的作物看病。之前的话，应该要提早在做蓟麻的防治，那减少这种病症的产生。对，那这个黑点它是属于细菌性的，属于比较像细菌性的感染。那在之前的话，也应该要用一些那个硫酸铜来做一个保护的动作。高树乡农会甲防检局合作，互食物医生进驻高树农会，协助农民及时防治病虫害。农民种作若拄到问题，或者是发现病虫害，拢会当翕落来传去网络顶，搁敲电话咨询，甚至会当请医生去田内底看病。病虫害的部分，就是农会也有专业的植物医生，就是遇到问题，就是可以请他们来田间这边来看一下。要怎么去做农药的改变，或者是土壤？那这些植物医生啊，都是在农会里面，只要有农民打电话来，那就可以直接电话上询问，然后有照片来，他会直接用照片去做判定。我们植物医生啊，只要一通电话，植物医生马上到田里面去协助农民去做这些采集跟检验。高树乡农会望透过食物医生协助农民守护作物，也甲农民建立安全用药的观念，会当为食品安全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镜头来嘉义的溪口乡和宗教文化团队合作，去调查溪口14个钟头所有宫庙的历史，佮配合3D 扫描，甲伊建立所谓档案。因是用要7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本册，名就号做溪口的100年香会。手提扫描的设备，替新上建立所有的影像资料。嘉义县溪口乡公所邀请宗教文化团队，详细调查乡内14个钟头宫庙的历史记录、新上资料，做伙出版这本溪口的100年香会。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替阮的溪口做一个流传？所以我们就想到说，现在最流行的文物普查，我们做了文物的摄影，那文物的损伤判断。那个文物的那个描述，还有这个做3D 扫描建档。这本册是溪口乡这7年来在地进行信仰文化调查的重要成果，除了有宗教文物的记录，还有56件宫庙历史甲严格调查。记录团队表示，透过完整的记录，文化保存在地文化，嘛增加向外推广的机会。因为人会老，人会死，你若用嘴讲，这是可能无法流传。但是若透过文字叙述、文字的记载，会使这以后100年后，比如讲阮年老了后，大家拢会知影讲这尊神，还是讲这个信仰到底是安怎来，到底安怎存在。这本册自一开始的构思，甲今仔日发表，总共将近7年的时间，希望会让咱溪口最传统的文化保存下来，能够让我们这个文化得以延续。乡公所表示，除了发表这本册，也有伫溪口文化生活馆规划展览，还有设计大湖香火体验活动，希望透过互动的方式，互民众更较入捌溪口在地宗教文化。
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仔伫南投草屯有一间对清朝时期起较大的定营书院，即马是国家的3级古迹。即阵呢要活化这个空间，所以有开课免费教人写毛笔做古诗。这个民众伫遮写毛笔，讲在写的过程中找到平静，嘛加较了解文字的水。一张纸，一支笔，一本字帖。民众专心在标字，老师不时伫边仔指导，斗相共学员对基础开始豆豆仔学习。写书法爱自心，毛笔爱摕好在。伫即个过程中，民众拢讲感觉家己的心有变甲较平静，佮学着新的物件，真正是一兼二顾。学习这个书法呢，回家会因为练习把心变得比较宁静。我们退休以后，会有一种好像很落寞、很无所依靠的那种感觉。那来了以后，这些感觉都没有了，我们全神就灌注在学习上面。书法班以外，我们也还学了很多做古诗。做古诗跟书法是可以融为一体的，所以我们在写诗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自己吟诗。一个民众退休了后，会来定营书院培养第二兴趣。讲师教学超过10档，经验丰富。有讲师咧引带，每一个人拢通写出家己满意的毛笔字。这行诗，写一站了后吼，这样过到草诗吼，但是草诗足无简单的，行诗吼在做的时阵吼，先加较一个。拢总会晓了吼，才有啥做变化伊的措施啦吼。定营书院总共开设4个课程：作诗、吟诗、书法、下弦仔，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遮行一转，看古迹、浸水式体验汉学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疾控技术吧。团努力，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顶部、伫中南部、东北部，也佮有东部的沿海是有机会会落阵雨。若过到了后，是伫中部以北佮东部，也佮有各地头的山区有机会会落西北雨，而且这西北雨的雨有可能会较粗。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是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有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是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5度。外岛的温度27度至33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